来看台中，捌发生一件甲2个朋友刣死的铁桶命案。这凶手伫1审、2审、经1审拢互判死刑。不过，即马最高法院煞认为，这个被告要到70岁啊，就算判无期徒刑入去关，假释出来嘛已经90岁啊，敢有再犯的风险嘛无说明理由，所以即马是撤销死刑，发回更审。警方把铁桶吹出来，封锁线围起来，内面有藏尸体。这是几啊年前，互规个社会拢惊到的台中双桶死命案。凶手施德义是先后刣2个朋友，再甲因装伫个桶仔内，再去中华公路等尸体。对1审、2审到经1审拢是判2个死刑。即马专案互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原审于罪名告知时，仅告知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杀人罪，并未告知刑法第217条第1项的遗弃尸体罪，妨害上诉人防御权的行使。除了认定妨碍被告行使防御权，侦检的调查无完备以外，即摆发回有一大理由。最高法院讲，被告都要70岁，就算该判无期徒刑，阁得到假释，到时伊嘛要100岁啊。加上伊身体状况真歹，敢阁有再犯的风险嘛无清楚说明。监理会抗日去做判刑的参考，并不是第一摆。虽然刑法18条有规定讲，若过80岁会当减刑，但是过去有真侪案例，被告的年岁无符合。但是法官在判刑的时阵，拢有讲到被告的年岁真大。亲像桃园有一个家因某刣死的案件，因翁得要70岁啊，叫陈定科，原本1审判死，2审是改判无期。闽东西区的查甫人甲查某朋友吹死，考虑到已经70岁，就算假释嘛超过90岁，再犯的危险性低，1审判无期。一般我们，尤其是华人或是我们国人，都会有一个敬老尊贤。年纪比较大，一般我们都会存有一个说，年纪大的人是不是他会要有一个人道上的考量，就是要对他比较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当你年纪越大的话，你的可能活动的能力也会下降了。那当活动能力下降的话，他可能也没有能耐再去从事比较有第一个比较需要脑力的犯罪可能会比较难，然后再第二个需要体力的工作，他体力的犯罪他可能也做不到。毛现任法官私底下讲，虽然无明文规定，但是法官心内拢知，对超过60岁的被告，常常拢把年纪放入去考虑。记者综合报道。